继续要来讲，这个台湾钱是毋是搁咧印卡目咯？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讲，法拉利跑车最近4年伫台湾的销售量是翻升1倍，超过中国甲香港。查甫人爱车情深深，若爱超级跑车，落地啊就爱搁较深。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法拉利的跑车最近这4年伫台湾的销量翻1倍起嚟，超级跑车的销量抢真悬，7成以上是企业家。市场诉求速度甚至超过中国甲香港，认为讲袂少人是因为晶片的一条变好价。超级跑车迈拉伦甚至是为着台湾量身定做。台湾限定豪国赛车特殊版，60年代赛车复刻当中，展现赛道 DNA 甲运动化风格。也有台湾限定完成经典特殊版，优秀的性能马力上大，会当达到720，时速为0偏到100，敢若需要2.9秒。主要 VVIP。那什么是 VVIP 呢？就是比如说它的限量超跑，它都会购买，等于买了它一定的限量超跑呢，你就有资格成为 VVIP。那么 VVIP 呢，就可以跟原厂提出一个要求，说我要客制一款独一无二的车型，不是你有钱就买得到，要确定你是铁粉啊，他才会卖给你。对。专家分析，生下去的跑车牌追求的是独一无二。台湾超级跑车销售量抢悬，嘛看出来跑车牌经济实力和超级跑车的马力同款，拼真紧。一般汽车落地继续得力，严格限量的超级跑车电倒去，超过1亿新台票的身价，正做投资目标。和跑车牌追求梦想的同时，也会当投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